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東南亞綠色生活頻道，我係鏡仔。相信有唔少益友都中意飲咖啡。2024年啦，如果你都仲未去過曼谷最大嘅網紅咖啡店 Fermi Cafe 蛇尾咖啡室，絕對唔可以話你去過曼谷。蛇尾咖啡室，我估益友們或多或少都聽過呢個地方。如果真係冇聽過呢條片，就絕對啱你啦。已經好熟悉嘅朋友就當做溫故知新。蛇尾咖啡室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呢？事實上，佢真係一間 coffee shop 嚟嘅，有嘢飲，有嘢食，而且仲係非常出名嘅網紅打卡景點。每逢晚上8點之後，陸陸續續就會有唔少嘅女士過嚟打卡影相。高峰時期甚至超過150個人，漸漸亦都吸引咗唔少嘅男士過嚟飲咖啡。當然佢哋嘅醉翁之意不在啡，但咁多人企晒喺咖啡室，場面就好震撼啦。由於係咖啡室，女士一般都唔會飲酒，而男士可以選擇自己中意嘅飲品。有啲嚟蛇尾打卡嘅網紅係收工之後先過嚟 relax 一下，亦都有唔少係職業女性，亦可以話蛇尾咖啡室提供咗一個好好嘅搭訕地點。但男士必須要點一杯基本飲料作為最低消費，之後店家就唔會再催促你，成個氣氛就更加平和，非常適合3、5知己談笑風生。如同先前所講，入場嘅最低消費係一杯嘢飲，視乎你嗌乜嘢啦，價錢大概由80銖到160銖不等。一杯嘢飲你已經可以坐到閂門為止。而蛇尾最大嘅特色莫過於氹氹轉菊花園呢個環節。由於地方所限，座位並唔夠，如果客人想到處睇睇或者搭訕一下，就需要沿住一條走廊不停咁喺店內回轉。客人多嘅話，場面其實相當壯觀。而蛇尾係一個自由心靜嘅地方，如果你真係撞到一個令你小鹿亂撞嘅人，你絕對要自己主動出擊，大家傾傾偈，交交心，邀請佢哋一齊飲咖啡。但知識好啲嘅女士眼角亦都會高，對你嘅要求自然亦都會高。有時如果遇到拜金女多多要求呢種情況，我勸你就放棄啦，唔好傻下傻下乜嘢都應承。真係遇到投緣嘅人，亦都可以即時互相切磋技藝，沖泡咖啡、拉花打奶。另外，咖啡亦可以外賣打包，但步兵運送距離有限制。如果想經常去咖啡室品啡，就建議住翻喺附近，可以隨時打包翻去飲用。如果你想喺泰國談一場小戀愛，喺咖啡室搭訕可能係唔錯嘅選擇，絕對會比你喺其他娛樂場所揾容易，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輕鬆而歡愉嘅場合。但如果你想建立真摯嘅感情，呢個層面就絕對係 your face your fate 啦。當然裏邊嘅情況都係十分參差嘅，有時會有啲大學生或者網紅，但亦都會有啲年紀比較大嘅女士。但最重要嘅係包容、愛同埋和平。同時近年蛇尾嘅聲名大噪，太多嘅男士搭訕，亦都對裏邊嘅女士心理造成負面影響，有啲女士亦會自視過高，建議大家就唔使理佢哋啦。最後不得不提係蛇尾出邊嘅第三性別專區，由於蛇尾有唔成文嘅規定，第三性係唔可以入鋪頭入邊嘅。至於算唔算歧視性小眾，就留翻俾大家判斷。我想講嘅係，益友們真係要搭訕就要留意一下，唔好走去第三性別專區搭訕。當然我哋嘅頻道係散布愛，多了解第三性人士嘅內心世界，可能係會一個唔錯嘅旅遊體驗。好，今日到此為止，覺得有用嘅記得 subscribe 同俾 like，想睇蛇尾更詳細嘅資訊，記得加入我哋嘅網頁。拜拜。